家好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特別啲嘅話題，就係講電影。首先講明先啦，呢個唔係影評啊，電影影評我亦都冇乜資格去做一個影評人，即係只係呢套電影就近期比較流行啦，咁同埋就好多人講。咁我喺呢個剛剛過去嘅週末我就去欣賞咗啦，咁亦都有一啲比較個人嘅感受，所以就喺度想淺談一下。咁我諗大家都估到呢套戲係邊套啦，咁呢就係《風林火山》。咁點解我睇呢套戲啦？我就唔係因為佢係近排討論話題之作而去睇嘅，即係始終我係都喜歡睇一啲比較即係製作上有翻咁上下嘅電影。咁我都聽聞呢套戲即係投資4億係咪4億啊？跟住就耗資唔知7年定8年啦。咁我即係都係用一個欣賞角度去睇，所以就無論個坊間個評價幾高，我都會覺得值得入去欣賞下嘅。咁首先講明，我呢個唔係影評啦，所以係一啲個人嘅觀賞感受。咁入邊當中一定係有啲爆雷㗎啦，即係俗語所謂劇透，或者好坦白地將入邊啲劇情或者啲嘢會交代出嚟嘅。所以如果一啲唔想聽劇透或者好怕即係聽到未睇就聽到一啲故事內容嘅朋友呢，就請移玉步。咁我就俾3秒大家啦，3、2、1。咁嗱，我假設大家留得低嗰啲都繼續聽嗰啲呢，就唔介意啦。咁我講㗎啦。咁我就呢套戲就我睇完出嚟呢，我個人就覺得4個字嘅啫，又愛又恨。咁愛嘅話呢，就係好簡單，你睇得出佢係好用心製作嚇。你唔好理入邊幾咁扮嘢嚇。你問我嘅話呢，我真係覺得超級扮嘢。但係佢入邊個製作，所有鏡頭、燈光、聲音、畫面係真係好有美感嘅嚇。呢個其實如果你問我，香港本地可以有人投資咁多錢同埋擺咁多製作上邊嘅心機落去呢，咁呢個係我欣賞同埋愛嘅地方咯嚇。我自己成套片睇得嚟講呢，純畫面純畫面純製作上呢，我係享受嘅。除咗一啲即係你即係平均10秒8秒或者幾分鐘一個扮嘢鏡頭嗰啲唔計啦，即係嗰啲可能我自己有個心理準備就係睇呢個導演嗰個戲呢，咁我就預咗同佢個人呢有啲似嘅，所以就可能會有某程度上我有心理準備影響而冇咁抗拒咯。恨嘅地方就係嘥咗啲錢咯，即係如果你話將嗰4億交俾一啲更加懂寫劇本、更加懂點樣去做一個即係導演去統籌一部戲，會更加值得咯。即係站在觀眾立場嚟講，4億如果使得更加值，觀眾未得益咯，同埋成個電影工業都得益咯。因為你如果站在我嚟講呢，第一場銅鑼灣所謂即係之前講到行㗎啦，成個銅鑼灣個景係搭出嚟㗎嘛，落雪嘅銅鑼灣。咁反而呢，如果你問我呢，我個觀感第一個呢，就係我最反感就係嗰場戲，即係講真，佢真係拍得唔好，即係真係唔好，嘥晒。即係如果你話套戲入邊4億有其中唔知1億定幾千萬擺咗喺嗰度呢，我真係覺得佢擺喺第度好過咯。如果成套戲剪走嗰段呢，舒服好多因為佢喺第一場戲所有情景，包括成個銅鑼灣，我覺得唔親切。落雪我唔批評啦
好個人感受。咁所有槍戰場面喺第一幕銅鑼灣嗰度都處理得唔好，包括爆破、撞車即係所有嘢都處理得唔好。我基本上睇第一幕嗰陣，我打咗個突即係我話心諗唔係啊嘛。好在過咗銅鑼灣之後，嗰啲鏡頭呢就恢復翻導演嘅本色啦。所以我好懷疑銅鑼灣都唔知係咪佢拍㗎，定係唔知點解搞成咁啊！我真係好純粹個人我係真係覺得成段銅鑼灣剪咗去，用第二個方法去拍更加好。跟住又講翻啲好啦，講翻啲我自己個人覺得唔好，即係卡啦講下啦，即係唔好入面度啦。我自己好喜歡佢嗰啲鏡頭，佢其實處理個畫面入邊咧，處理兩個人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嘅鏡頭咧，真係做得好好即係如果你係做開美術嘅人咧，你一定享受嘅當中唔再講扮嘢兩個字啦，因為呢個講嚟都沉啦，即係你睇得佢嘅戲，你冇扮嘢都唔係佢嘅戲啦，所以我唔會喺度再重複去陳述呢兩個字啦。咁你話站在一個從事美學嘅人咧，我好享受佢嘅，當佢畫面係1至2個人或者3個人都還可以嘅咁就一超過以上人數咧，就真係出現問題㗎啦。我唔知因為我唔熟電影工業，我亦都唔會認屎認屁話我好叻某方面嘅嘢。咁但係站在我自己視覺享受上面咧，所有多於幾個人嘅戲咧都有啲問題，喺畫面處理上邊都有啲問題。咁好啦，我又講翻啲好㗎啦。咁我未入場之前呢，我都聽過，即係有朋友有講，即係上網都有好多信息話呢套戲嗰個劇情就即係睇唔明嘅。好多人睇到散場嗰陣呢，就會話完㗎啦咁嘅，即係點啊？即係會出現好多呢啲咁嘅反應咯。但係你問我咧，我話應該明喎，真係明佢講乜喎。成套戲我覺得又唔係話坊間所講嘅咁難明咯。我唔知道係關咩事，即係有人就話因為套片太長啦，即係可能拍成7至8個鐘，而家咁剪到2個鐘，梗係剪到碎晒啦。咁我又唔敢去批評或者點樣講呢個原因，因為係咪關剪片事真係唔知，因為你好多嘢係你拍咗啲乜嘢，剪片可以點樣剪，係好難我哋去知道嘅。咁係咪中間一啲即時處理方法令到人哋冇心機去睇，而去少咗細味嗰個劇情呢？咁呢個係咪有可能呢？真係有可能會有啲關係嘅。嗱，我自己就覺得成套片個交代還可以嘅，可能我自己有個情意結啦。嗱，我覺得呢套片有啲教父嘅影子嘅，我自己認為嗰個鋪陳敘事方式，即係又係嗰啲家族傳位，即係咪俾大哥細佬嗰啲呢？我自己個人感覺就有幾重教父影子，所以情意結下，我對佢嗰個敘事方式我都有一個好感喺度嘅。因為教父呢套戲呢，係我半生人入邊重複睇得最多嘅一套西片，我睇咗好多次，就係我都唔記得咗睇咗幾多次，所以可能先入為主，我就會係比較有心機去睇咯。比較有心機去睇之後，就容易啲了解佢劇情嘅。雖然都係好散㗎啦，即係嗰啲主線最清楚嘅，即係何謂主線呢？就係李氏家族李慕桐嗰個描述，
嚇。咁啊，高圓圓個角色我都覺得係好清晰嘅。咁你話整套戲最大嗰個陰謀或者入邊嗰個各懷鬼胎嗰個情報呢，我就覺得都描述得好清楚嘅，包括高圓圓嗰個內心，佢點樣想李慕桐即係可以幫手去控制整個家族佢個心思，佢背後嗰個心思。就算金城武嗰個角色，我覺得喺處理佢嗰個情懷，即係其實我自己有個感覺就係，譬如一開始瞓隧道，咁呢個又係好多人話好扮嘢嘅嚇，咁事實真係好扮嘢，咁吹脹咩？咁多錢啊嘛，咁但係我戲入邊好多個鏡頭呢，你會感覺到金城武嗰個愛即係其實佢好想有一個母愛唔知係咪冇愛咩情意結嗰啲啦因為你可以有幾個鏡頭睇到，就係其中一個鏡頭佢炸咗醫院之後，佢知道咗之後，佢第一時間去揾女朋友，一開門口去攬住佢咁你睇得到佢導演係想表達啲咩嘅，即係一開門口就攬住佢。跟住我記得另一個鏡頭呢，就係佢哋喺張床度瞓覺唔係冇裸露㗎，即係大家瞓喺度，可能臨瞓覺嗰陣，大家傾下偈。嗰個睡姿呢係 BB 睡姿嚟嘅即係亂埋一個蝦米咁樣 BB 睡姿嚟嘅。咁引申我自己覺得佢隧道都有少少即係有關母愛嗰樣嘢即係隧道你知啦，隧道可能我哋成年人諗多咗啦，咁都有關母親嘅一樣嘢喺度嘅。咁佢某啲嘢可能我諗多咗啦唔係咁就諗咗係咁啦。咁我自己個人就有呢份投入喺度咯。咁至於其他角色呢，我就嗰個感想唔大啦，因為事實係交代得唔清楚即係水濕濕咯。即係野心太大，處理不好咯，呢個事實嚟嘅咁你話我最覺得某邊個角色係多餘咁梗係殺手集團啦。即係古天樂嗰個殺手集團真係講真我之前都講過，佢處理多人嘅畫面呢，就真係好唔掂嘅。咁殺手集團一出你知啦，你冚家富貴好多人咯，所以你就算見到嗰啲槍戰場面呢，只要多過2個人呢，咁你就會覺得哇！你拍緊乜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睇槍戰場面㗎，我自己都曾經玩過好耐一段時間嘅嗰啲 war game 呢，咁好中意呢場面。但係呢套嘢話俾你聽，啲多人槍戰場面係唔得嘅，基本上你都唔知係邊個打邊個，同埋唔靚嘅，一啲都唔唯美。咁就算佢用埋弓箭又如何即係所謂致敬位致敬邊套舊片，咁但係嗰個致敬位都拍得唔係太好咯。你問我諗睇過嘅人都會知㗎啦，即係殺手集團嗰個處理嗰個層面真係最弱咁其餘劉青雲衰咩呢？咁好簡單嘅，佢套片都直接講咗衰貪咯。一個貪字嘅啫，咁你話佢同個女個描述足唔足夠呢？咁當然係差啲㗎啦，咁但係都明嘅，起碼唔會唔明同埋無厘頭啦。咁另外梁家輝角色，我諗大家睇過嘅都會清楚㗎啦，佢係一個代表咗某一個地方去維穩，可能去維穩啦，或者監察住一個地方嘅一個角色。咁另外反而呢，我想講呢，就係佢入邊某啲係唔知係咪想帶出嚟嘅 message， 一個都幾直接嘅喎。譬如呢個世界最大嘅藥引就係西藥咁重點係咩呢？又講到好白嘅喎，重點就係合法。咁呢樣嘢就
以港產片嚟講，我覺得都 OK 喎，都夠膽死喎。咁跟住李牧同又姓李嘅，咁又佢入邊劇情又唔知係咪刻意地無意呢，又講埋貨櫃碼頭嘅操控。咁呢啲嘢可能我又係教父情意結定唔知點諗多咗啦，所以呢啲都係我加分嘅地方咯，即係起碼你夠撲啊嘛。另外好似阿梁家輝咁樣臨尾嗰句對高圓圓呢個幕後大佬嘅一句呢，都好精彩㗎。即係我話大把子彈，即係類似啦，我唔係好記得，即係大把子彈咁啊，你明㗎啦。咁所以我覺得整體上都可以，如果留心睇嘅話呢，都可以明白個劇情嘅交代嘅。講到呢度其實就差唔多啦，因為講真，我由坊間已經好多討論呢套戲嘅真正影評㗎啦。咁呢個只係我自己嘅一個個人感受，睇完一套即係一套大片啦，一啲個人感受，希望即係當朋友傾偈分享俾大家知道。大家如果對於我嘅睇法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或者私信俾我啊，或者大家揾下我傾下戲都得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睇戲，會 enjoy 一套戲嘅製作嘅。咁就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啦，多多支持呢個頻道啦，記住要 subscribe、share 或者讚好，俾多啲人知，令到我哋可以持續地努力落去啦，好嘛？多謝晒各位。